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婚礼的好买糖厂，是全台湾唯一还佫用5分仔车搭载甘蔗的糖厂。只要有5分仔车驶经过的所在，就一定会当看到咧顾铁闸的工人在守护人甲车的安全。这个已经有100年历史的行业，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呢？咱来看因的故事。好买糖厂5分仔车豆豆驶过去，会当看到一个身影，当伫咧举旗啊，守护地方路口的人身安全。因就是伫咧固铁机路的这个行业，嘛对好买糖厂有100多年的历史。是伫路口拢爱搞。伫咧办过6个点。全台湾敢有好买糖厂，佮用5分仔车伫咧载甘蔗。对5分仔车走伫咧固铁机路这个行业，嘛变甲真特别。举旗固铁机路的人就讲，以前科技无遮尔发达，除了大家拢会提早记录发车的时间点，嘛家己当对5分仔车走。即马有通讯软体来，做工课比过去更加辛苦。无像真啊，赌钱发挥咱火车走甲对。这看过铁机路的工课看起来无啥，其实是真重要的角色。这个角色嘛，永远留伫咧大家心肝内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